咧就係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嘅前哨戰，名為6人2轆同行線。究竟呢個慈善接力賽有啲咩獨特之處咧？我同大家一齊去了解一下。贈你將會依翻個里數捐出一定嘅善款嘅，咁我哋等陣就會進行一個接力嘅賽事，咁即場排隊同埋受惠機構嘅大小車手咧都可以一齊完成呢個90分鐘嘅比賽嘅噃，咁啊最緊要係踴躍參與，大家出一分力，踩得越長距離咧，籌得嘅善款就會越多㗎啦。郭生你好，可唔可以先同大家講下咧，今日出席呢個活動，你自己感受係點樣咧？咁啊，頭先做咗個5分鐘嘅 warm up 啦，大家情緒都好高漲嘅，所有嘅運動建議，最緊要係想大家出嚟較量之餘咧，亦都係想為慈善出一分力嘅，咁所以大家呢個活動好有意義，亦都係好興奮。當初構思係希望我哋25號單車節之前咧，希望突出到我哋嗰4個慈善機構，亦都希望可以早啲介紹佢哋，亦都係觀眾多啲去認識佢哋。咁啊諗咗個好有創意嘅 event 同埋 one bike 夾埋一齊。Ellie 你好，今日出席呢個活動，你自己感受係點樣咧？係真係好開心嘅，因為咧第一次咧係成為受惠機構啦，咁同埋可以咧喺幫小朋友同在起跑線咧，可以睇早啲，即係 organize 或者俾佢機會有讀書咯學前，咁呢個都好興奮。我好開心啊，因為見到好多運動員啦，同埋好多小朋友，一個好有動力睇到好多有心嘅人去支持緊一啲基層嘅小朋友。Hello 阿樂，今日出席呢個活動啦，你自己個人嘅感受係點樣咧？好開心啦！咁即係見到搞呢個單車節嘅時候，可以順便再有一個慈善嘅活動。有時喺外國訓練啊，都好希望可以做多啲慈善嘅嘢。喺香港啊，或者其他地方都好，希望可以帶到俾大家一個正面嘅訊息咯。